上集讲到，崔叔被江才偷袭重伤逃亡，挚友担心江才揭露自己的卧底身份，开枪将他击毙。隧道里，崔叔让泰州先离开，组织还需要有人主持，拖着重伤的身子踉踉跄跄走去，晕倒在一处寺庙门前。第一次杀人的挚友不断被噩梦折磨，梦到江才狠狠锁住自己的脖子，惊醒的挚友依旧久久不能平复。此时门铃响起，道哥提着啤酒来到他家，得知挚友喜欢海边，提议下次一起去。挚友让道哥不用刻意安慰，自己已经没事了。道哥却看出他的逞强，询问他和江才是否原本就认识。在废车场失去意识前，听到他叫了挚友的名字，挚友告知他，江才曾对他下药欲侵犯他，手腕的疤痕也是为抵抗药性导致的。道哥误以为他想抓的人就是江才，挚友低下头没有回答。寺庙里，崔叔醒来，艰难爬向门口推开门，住持向他打招呼，原来两人是旧识。车组长吩咐组员们在崔叔逃跑的半径2公里内仔细查探有没有和崔叔有关的人，也要查看附近的医院和诊所。他身受重伤，一定需要治疗。挚友收到一封快件，寄件人竟是江才。里面打开是一张照片，一众警官中，东旭也穿着警服站在其中，警服名牌上还写着宋俊寿。挚友回忆车组长说的那位已故警员和江才死前对自己说的话，不知所措。此时崔叔打来电话，让他来寺庙找自己。挚友带着满腹疑惑快步前往。夜幕降临，挚友抵达寺庙，找到崔叔，随即将照片递给崔叔，询问自己父亲难道是警察吗？崔叔没有否认，表示东旭是车组长派来的卧底，但他早已背叛警方，是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救命恩人。崔叔带挚友来到灵堂前，他在这儿设立了东旭的牌位。挚友终于明白父亲为何总是如此忙碌，双重身份，双重职业，仿佛一直站在危险的悬崖边。崔叔告知挚友，之前看东旭总是独自消失，担心他在外面有奇怪的女人，悄悄跟踪他到楼下，但却没有进一步上楼查看。如果能让东旭露出那种笑容，是什么样的女人都没关系。后来才知晓，楼上的那人就是你，让挚友不要动摇自己的想法。不管东旭是生是死，都是组织的一员。道哥来到寺庙，向主持打听是否见过崔叔，住持告知他，并没有人来过这里。道哥正准备进去查看，突然接到车组长的电话，转身离开。只有回想两边不同的言论，不知到底该相信谁。因抓捕崔叔再度失败，车组长只能借酒消愁，来找道哥询问，如果找到杀害妹妹的凶手，却没有证据，你会怎么办？道哥反问车组长是否记得自己刚加入缉毒部时，他对自己说过，调查毒品就像在堆沙堡，费尽心思堆好的沙堡会不断被海浪摧毁，但只要坚持下去，总有一天会遇上退潮，那时候便是抓犯人的时机。两人决议一定会将崔叔逮捕归案。崔叔致电泰州，告知他挚友应该无法完成任务，命他前去除掉车组长。道哥将醉酒的车组长送回家，便转身离开。此时泰州来到保安室关闭小区监控，来到车组长家中，接连疯狂用匕首刺入他的腹部。泰州离开后，挚友也来到车组长家，看着门锁上的血迹，拿出了匕首。车组长还未看清来人，便一枪打在挚友肩膀。道哥听到枪声停下脚步，车组长以为挚友是来补刀的，失血过多的他枪从手中滑落，挚友用刀抵住他的脖子，质问5年前对自己父亲做了什么。车组长猜出她是东旭的女儿，挚友讽刺他竟还记得自己的名字，难不成是因为负罪感吗？质问是否因父亲背叛组织就杀了他。车组长告知挚友，东旭从未背叛过警方，得知挚友竟变成崔叔的帮手，崩溃痛哭不已。此时道哥赶来，车组长将背包递给挚友，让他赶紧离开这里。挚友跳车逃离，回到车内，看着背包里的资料，看着父亲给警方传达的情报，回想到车组长告知自己，东旭一直到死的那一刻都是警察，感谢挚友还活着。挚友看到最后一次情报的时间，正是自己生日，也是父亲遇害的日子，明白了父亲从未背叛过警方。看着父亲写给自己的信件，泪流满面。终于得知真相的挚友回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还帮助杀父仇人对抗警方，崩溃懊悔不已。崔叔回忆自己无意间打开打火机里的监听设备，那是东旭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。意识到不对的崔叔赶忙查看周遭，竟找出多个监听设备，还在东旭的老式打字机中翻出记录自己每次任务的纸条，明白了东旭是警方派来的卧底。冷静下来的挚友拔下车上的点烟器，忍痛按在自己的纹身上。挚友赶往医院，车组长还在手术中。道哥自责自己直接离开，没有陪着醉酒的车组长，确信一定是崔叔指使的人。告知挚友已经采集到现场的血迹和指纹，凶手肯定会很快落网。挚友的血滴落在地板上，他连忙踩住血迹。此时车组长被推进手术室，医生告知他们手术很顺利，还需在加护病房等待后续观察。泰州向崔叔致歉，未能成功除掉车组长，并告知挚友当时也在场，怀疑他应该知道了真相，必须将他除掉。
只有在家中收拾行李。此时崔叔也离开寺庙，只有一出门便被人拖回屋内，将他狠狠按入水中。只有拼命挣脱束缚，奋力反击，凭借他的超强武力值除掉了他们。此时泰州走来，原来他擅自决定除掉挚友，并讽刺他当组织的棋子感想如何，告知挚友他曾想杀了东勋，但是以崔叔的性格，他一定会亲手处理叛徒，因为他想看到叛徒咽气的那一刻。两人一番打斗，只有刀刀致命，成功除掉泰州。道哥得知情报，正准备前往抓捕崔叔，不料崔叔竟自己前来警局。挚友看到信息，得知崔叔被捕。审讯室，道哥扔出物证图片，质问崔叔对于杀害江才是否认罪，为何指使人杀害车组长？今日主动厮守的目的何在？崔叔嚣张坦言，掠食者吃掉猎物有什么问题吗？对道哥放出狠话，没有人能动得了自己。只有来到审讯室，质问崔叔为何主动自首。崔叔表明来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只有让崔叔不要指望在这安插的内鬼，无论是谁都没办法救他出去。自己亲眼目睹他砍伤江才，并且警方还有他指纹的物证，逮捕令1小时内就会下来。他已经没戏可唱了，随即转身离开。此时警员将通话资料交给道哥，车组长曾说万一自己出事就交给他。挚友来到物证保管室，带走印有崔叔指纹的物证。此时缉毒部组员调查车组长家附近的监控时，发现可疑车辆的车牌号和挚友的车一样。道哥也发现挚友的通话记录曾出现在崔叔藏身的寺庙。挚友致电告知崔叔，证据已经被自己销毁。道哥在监控中认出挚友的身影，马上广播禁止挚友离开警局。得知他取走了物证，立刻全员出动抓捕他。挚友骑着摩托车逃离警局，因没有确实物证，崔叔被无罪释放。江律师表明，就算物证寻回，自己也会主张证据受到污染。组员们对于挚友的背叛纷纷气愤不已，不仅泄露所有情报，竟然还砍伤了组长。道哥仿佛失去灵魂，不敢置信挚友对自己竟全是谎言。江律师惊讶，挚友竟是组织的人，难不成是为了确认他的忠诚才主动自首的吗？崔叔表示必须要确认，不然杀了他太可惜。江律师感他身份暴露，就会称为通缉犯，他竟能做到这个地步，好奇崔叔是怎么拉拢他的。崔叔说自己骗了他。只有来到海边，将物证抛入大海。崔叔见到泰州的尸体，意识到只有将自己放出来是想亲手杀了自己。崔叔知道挚友一定会主动出现，因为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自己。只有来到妈妈的墓前，将爸爸的骨灰也放置进去，自责原先并不知道他过着怎样的日子，还一直埋怨他，自己真的很想念他。此时道哥来到挚友家，看着满地血迹和打斗的痕迹，发现柜子的骨灰盒不见了，随即驱车赶往墓园，遇上正欲离开的挚友，一番追逐，成功将挚友抓捕。道哥将他押送回警局，组员们都对他这个叛徒充满愤怒。崔叔得知挚友被捕，命令江律师不择手段也要将挚友救出。警察局内，道哥质问挚友为何要砍伤车组长，挚友告知道哥他并没有砍伤车组长，如果将全部都告诉他，会愿意相信自己吗？道哥却说不会再相信挚友说的话。审讯室内，道哥质问挚友的真实姓名是什么，挚友一言不发。此时重症病房内，车组长终于醒来，江律师前来找到挚友，传达崔叔的话，他绝对不会让挚友进监狱，让挚友来自己这里。江律师看到挚友受伤，向警方申请前往医院治疗，威胁如果不照办，就向记者爆料缉毒部有崔叔的卧底。警方只好护送挚友前往医院治疗。江律师向崔叔汇报，挚友已经出发前往医院，崔叔吩咐手下将他带来。道哥将挚友靠在病床上，此时接到车组长的电话，得知他苏醒出发前往。护士认出挚友是那日在酒吧救过自己的女孩，挚友欲撬开手铐逃离。道哥找到车组长，告知已经将卧底挚友抓捕。车组长听到这个消息，表情痛苦，告知他挚友就是东勋的女儿。东勋本名是宋俊寿，是自己将他送到崔叔那儿当卧底。道哥得知真相，惊讶不已。挚友终于解开手铐，护士发现但并未举报他。车组长告知道哥，挚友是为了报仇才会将崔叔放出。道哥想到挚友情绪复杂，护士将自己的车钥匙交给挚友，告知他车的位置。挚友打倒组员们逃离医院。道哥得知挚友逃跑的消息，焦急出发寻找他。挚友找到车的位置，刚发动汽车就被道哥拦住。道哥告知他自己已经知道全部真相。挚友气愤告知他，如果不亲手杀了崔叔，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。道哥用手铐将挚友和自己铐在一起，他不能眼看着他去送死，就算真的杀了崔叔，挚友的人生也完蛋了。此时崔叔的手下出现，挚友和道哥只能一致对外，打倒手下驱车离开。在马路上急速飙车，成功甩开追捕。江律师向崔叔汇报，并没有抓到挚友，他的同事将他带走了。崔叔整理好泰州的遗体，盖上组织的旗帜。道哥带着挚友来到海边，解开手铐，带他来到朋友的房子，细心的帮他处理伤口。道哥告知挚友，自从妹妹死后，自己就随身携带匕首，下定决心，如果找到那个家伙，一定会亲手杀了他。所以他很理解挚友的心情，但他不希望挚友以毁掉自己的代价完成复仇。道哥让他不要再独自承担这一切，他随时都能
能依靠自己。听到道哥安慰的话语，挚友终于卸下防备，含泪抚上道哥的脸，四目相对，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吻在一起。场面过后，挚友告知道哥，崔叔在自己心口上纹了组织的图腾，自己知道真相后，亲手将他烫掉了。道哥让挚友和自己一起抓捕崔叔，这也是挚友爸希望的，要让他落入法网，而不是杀了他。这是挚友爸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完成的事。崔叔看着和东迅的合照，回忆过往，当时杀害东迅的人就是崔叔。他不明白自己从未背叛过别人，为何却总是不断遭到背叛。江律师焦急地向崔叔汇报，逮捕令即将下达，他得赶快逃离。听说警方有可靠的证人，猜测应该是挚友。崔叔却不想离开，打算等待挚友来找自己。愤怒扬言，他们两个人之中只有死了一个，这件事才能结束。清晨，挚友醒来，抚摸着熟睡的道哥，起身来到海边，想到信中爸爸希望自己幸福的话，独自醒来的道哥赶忙冲出去寻找挚友，在海边找到他，这才放下悬着的心。挚友打算和道哥一起将崔叔绳之以法，两人以后还可以过着简单幸福的日子。道哥带着挚友回警局的路上，等红灯时，道哥告知他，虽然这会儿很艰难，法院也可能判他入狱，但是自己都会陪伴在他身边，陪着他一起度过难关。突然，一辆摩托停在车边，拿着摩托的男人开枪，将道哥一击毙命。只有顾不得伤心，看到凶手正是崔叔，拿上道哥的枪逃离这里。组员们听到枪声，纷纷冲向道哥的车。失魂落魄的挚友消失在街道，只有独自来到利贝尔酒店，面对着崔叔的一众手下，化身无情的杀戮机器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崔叔淡定地坐着，看着监控室的画面，慢慢擦拭着匕首的血迹。挚友在电梯里将弹夹内的子弹卸下，只留下一颗，走进电梯，杀出一条血路。突然出现一个武术高手，挚友不敌，被制服，无奈只能开枪射杀他。挚友进入崔叔的办公室，有枪指着他，崔叔将枪放下，说东旭是个懦弱的家伙，有很多次机会可以除掉自己，就是没有勇气。他是个让所有人都变得不幸的懦弱猎物，但挚友和自己是一类人，对一切都无所畏惧。质问他为何现在却要犹豫，挚友放下枪，捡起旁边的合照，表示因为自己想活得像个人，现在终于明白报仇的代价就是成为怪物，像你一样的怪物。挚友将照片一撕为二，将父亲的那一半塞进口袋。挚友懊悔因自己的犹豫，怕得又有一个自己珍惜的人死去，那个懂得自己的伤痛，唯一能让自己依靠的人，决意就算变成怪物，也要为他们报仇。随即冲向崔叔，开启一场恶战，两人都毫不留情，刀刀见血，刀刀致命。重伤的挚友倒在地上，崔叔捡起挚友的枪，朝着他扣动扳机，不料挚友的枪内并没有子弹，挚友趁机解决了他。挚友拿着崔叔的枪离开了这里，身负重伤的他跌跌撞撞走在路上。一个下雪天，挚友来到父母的墓前，墓碑上摆放着他和父亲穿着警服的合照，回忆到他和道哥的点点滴滴，在道哥和他妹妹的墓前献上花束，转身离开。以无之名大结局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挚友今后的生活将是如何，我们无从知晓。在面对仇恨时，你又会如何做出选择？感谢观看，下部剧我们不见不散。